过来看到森林土库有一搭饲土鸡仔的鸡场发生大量的鸡仔死亡，经过采验确定是为着 H5N1 的禽流感，昨有去灭掉7500只鸡仔。今年到当森林县内已经有拢总9个饲鸡、饲鸭、甲饲鹅的养殖场爆发禽流感，拢总已经灭掉要甲7万只。同时，要防疫所就呼吁这些养殖业者，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大，也该落实卫生清洁。防疫所人员无应甲死去的土鸡仔落伫地下内面。2月25日，森林土库一搭饲鸡仔场开始有鸡仔大量死亡，经过采检确定是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防疫所人员2月29日已经甲所有鸡拢灭掉。场内的鸡只有发烧、干咳、下痢等症状。然后立即通报本所进行管制，然后经确诊后发现到罹患 H1N1 高病原性禽流感，然后本所于2月29号进行依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扑杀近7500只家禽。森林县动植物防疫所表示，最近天气变化真大，容易造成禽流感。今年到目前为止，森林县内包含着鸡仔、鸭、鹅，总共有9场疫情，累计灭掉的家禽要到7万只，呼吁业主都要提高防范。云林县累积病例有9例，那分析主要发生原因为禽农未落实各项场内的生物安全措施及目前天气温差变化较大，导致家禽容易死亡。根据着农业部动植物防检署的统计，到2月29日为止，今年全台湾发生15例饲鸡鸭场禽流感，森林县就占了9场，其他案例是伫咧南投、台南、屏东拢是2场。呼吁县内饲主要做好清消，若总有鸡鸭异常死亡，就要赶紧通报。记者综合报道。